这基隆11月底呢发生水稻水污染事件，影响到基隆湿地地区超过15万户的用水。检警经过2礼拜追查，发现基隆暖的众成公司涉嫌非法偷排废油，害基隆河受到污染。车站派人去敲，把这洗油的负责人等7个人带回来问话，落尾负责人等5个人是声下检检核准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讲，若准因是这水污染的凶手，上当天后罚到2000万。查扣油罐车油槽，基隆检警敲找暖区众成公司的真侪个地点，现场救封锁线，佮查扣小坡等证物。因为基隆河11月27发生自来水油污染的事件，影响到基隆含湿地超过15万户的用水。检警经过2礼拜的调查了后，发动搜索，佮甲洗油的负责人等7个人带登去讯问。后续了对洗油的等5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另外2个是4万和5万交保，剩下的5个嘛，互法院裁定声押准啊。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、48条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串灭证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见。来看这事件发生了后，基隆市政府乌大牌采样，佮先后查到警方称毒，形成动力违法污染，分别通罚60万和100万。这摆互锁定的众成，虽然是合法登记的事业废弃物处理业者，本来应该甲收到的废油送到桃园观音回收佮利用，而是为了省钱，直接偷排去关湾路102项的顶内大牌，结果落去基隆河造成大污染。基隆河开河会当提水，市民拍开水道头洗杯啊，洗出来自来水无够有油味，水质开河正常了，市民嘛较安心。这直接用上来是比较好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拢无什么味啊。即卖是拢无啊啦，因为我嘛有叫人来洗塔。叫人洗塔，多迄几个真的没办法，大家都唔敢用啊。查环境部的列管污染采取资讯，发现众成伫10年来有600个废弃物清理法、水污染等等的开发的记录。内面2017年因为作业的疏失，造成废污流出去，污染基隆河，罚5万5。最后证明是元凶的话，那基隆市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法的这个主管机关，绝不宽待。基隆市政府在我们基隆市境内有这样一间累犯，对于环境污染累犯的工厂，我们还要继续让它营业吗？市长谢国良强调讲，若正是众成，就是造成污染的凶手，会考虑照水污染防治法罚因相关2000万。民进党市议员是希望讲，除了办法，市府嘛应该和中央来讨论，看安怎加强基隆水质的安全，莫让居民的生活受到这大的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